斯，因为他现在跟这个173号车手拉普的这个积分啊只有2分之差。对，所以拉普是紧盯在身后啊，还有1公里，距离今天的这个3级坡的这个爬坡点呢还有1公里。所以拉普今天呢，如果队友啊这个时候发起一个代冲把这个3级坡的这个冲刺的这个积分呢拿下啊，不要让这个12号车手和1号车手去冲上。那这样的话，拉普也就成功的保住了自己身上的第6位12分。目前的实时海拔也来到了3430米。我们看到现在拉普和这个马丁内斯啊，相互之间盯防的是非常的紧啊。其实他还要盯防罗德里格斯，对来自于德顺阿斯塔纳的车队的1号车手，罗德里格斯现在也是15分，是也是15分。我们看到现在阿斯塔纳车队有动作，3个车手这边抱歉，这边应该是还是巴迪亚尼先来领车手，然后呢又是一波进攻，刚才一波进攻打出来之后，并没有完全的和突围集团脱离出来。现在看到巴迪亚尼的这名车手顶在最前方的，我们看不到号码，但是整个的摇车来看的话，速度还是保持的非常的快对，马上到达今天的这个1级这个3级坡的爬坡点。拉普看起来并没有处在有效的位置，拉普有点盯不住了。回头看一下，喜德是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率先通过了这个爬坡点，再然后跟住的是穆鲁布兰。那我们能确认的是，穆鲁布兰现在爬坡积分再加2分，16分。穆鲁布兰16分，肯定是不能超过乔纳斯拉普的。接下来看一下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有可能是罗德里格斯刚才这个1号我们看到现在202号车手